大家好，我係阿水，歡迎大家收睇說說紙小故事第5集。今集我哋唔係講一張紙幣嘅故事，而係講一間銀行嘅故事。今日我哋一齊回顧香港金融史上一個好重要嘅名字——有利銀行。呢間銀行唔單止見證咗香港百年嘅變遷，仲喺發鈔歷史上留低咗獨特嘅印記。有利銀行英文叫 Mercantile Bank， 最初叫印度倫敦中國三處匯理銀行，喺1853年喺印度孟買成立。作為一間英國皇家特許銀行，佢成立係為咗方便英國商人喺印度同中國嘅貿易。1854年，有利銀行喺上海開咗分行。3年後，即係1857年，佢喺香港開咗分行，成為繼東帆匯理銀行之後第2間喺香港開業嘅銀行。同年，有利銀行獲得咗英國皇家特許發鈔權，開始喺香港發行港元鈔票，面額有5元、10元、25元、50元同100元。喺好長一段時間，有利銀行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、渣打銀行齊名，成為香港3大發鈔銀行之一，喺香港金融體系中扮演住好重要嘅角色。不過，歷史嘅車輪帶嚟變革。1892年，有利銀行改組，一度放棄咗發鈔特許權，改名做有利銀行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， 並以有限公司形式重新註冊。幸好呢段發鈔空白期冇持續太耐。1912年，有利銀行恢復咗發鈔權，繼續發鈔直到1974年正式停止。喺呢段時間，有利銀行發行嘅鈔票，特別係後來叫做地圖同渣叉嘅8元鈔票，成為香港錢幣收藏界嘅經典。1959年12月，有利銀行迎嚟歷史上一個重要轉折點，被香港金融巨頭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收購。收購後，有利銀行英文名刪除咗 India 呢個字，1966年總部遷到香港。雖然被匯豐收購，有利銀行喺一段時間內仍以獨立品牌運營同發鈔，但隨住時代變遷，佢嘅發鈔權喺1977年至1978年正式撤銷，有利銀行作為發鈔銀行嘅歷史任務就此結束。之後，有利銀行經歷多次轉手。1984年賣俾美國萬國寶通銀行，即而家嘅花旗銀行。1987年又賣俾日本三菱銀行，即而家嘅三菱東京 UFJ 銀行。有利銀行發行嘅鈔票，尤其係地圖同渣叉嘅100元鈔票，因為獨特嘅歷史背景、精美設計同稀有性，喺收藏市場上好有價值。而其他喺1964年或以前發行嘅有利銀行不同面值嘅鈔票，更因為極罕，經常出現喺大型拍賣會，品相好的拍品，往往成交價20萬元計。所以，有利銀行嘅鈔票雖然唔再係金融工具，但係非常有價值嘅收藏品，仲係香港歷史變遷嘅見證。影響呢啲鈔票收藏價值嘅因素包括稀有性、品相、歷史意義、設計同市場需求。品相好嘅稀有鈔票，市場價值通常唔平，收藏家會揾專業評級機構認證，確保鈔票真實同價值。有利銀行呢個喺香港金融舞台上曾經閃耀嘅名字，雖然而家成為歷史，但佢留低嘅寶貴遺產，特別係承載時代記憶嘅鈔票，會繼續講述香港金融業嘅輝煌同變遷。好啦，今集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係阿水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